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绿电的发展是未来的趋势，公民阁要安怎来参与呢？新北市路德社区大学有一群人，因来组成着市民发电学习合作社，成立公民电厂。设立1年多来，已经伫新北市甲宜兰打造3座的太阳能发电案场。合作社的成员有的是上班族，有的是家庭主妇，有的是清洁员。因一步一步为学省电，到找厝顶，到按太阳能板来发电。应用行动来证明，能源的议题甲大众的距离，其实一点都无遥远。这回来看因的故事。OK 啊，这个 OK， 嘿，绿灯。绿能它在环境的污染上比较少，我们人类要生存，是不是应该尽一点责任？对，然后今天的那个发电量有来到现在就是有12.7 kW， 也算是蛮不错的。像不要小看庶民的智慧，庶民的生活经验是丰富的资产。能源就是像饮食一样，它就在我们身边。我们如何使用电，应该把它变成是一种文化。透早有出日头，互人感觉真烧热。3个平民发电合作社人员伫新北市路德社区大学前会勘，这天因有一个重要任务。他们有位置可以停吗？带阮到宜兰拜访秘密基地，行入巷内，人个厝5楼的楼尾顶，看到毋但是壮丽南洋平原的风景，还佫有60外平的太阳能板，这是一座小型的太阳能电厂。这是我们的监控设备，好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数据收集器，发电量有来到现在就是有12.7 kW， 也算是蛮不错的。7点正式开始发电，然后10点的话最多。对，推广这个能源，然后去引发更多人来参与。比如说，它的屋顶就盖起了太阳能，就很像看自己的小孩子出生，虽然还没有小孩子。日头更有够，太阳能发电量表现愈好，这是因日常生活中上解欢喜的一件代志。路德社内工作人员甲这学员共同组成平民发电合作社，做公民电厂。这间厝顶是因的2号案场。这里是宜兰壮围乡这户民宅的屋顶，正是庶民发电合作社的第2号案场。这里从2020年6月开始正式发电，成绩不俗，推估年发电量大约有18000多度，平均可以供应5户家庭1整年的用电量。比如这有生锈，你想说要来补那个防锈的漆啊？对，看里面记得那个绿灯就是 OK。绿能它在环境的污染上比较少，对我们不管是我们人类要生存，或是那些生物动物，最起码我们要喝的水可以干净一点。定期到基地检查发电装置，李宏源甲黄彩菊是路德社内资深的学员，本来对再生能源拢唔捌，透过一波一波的学习，变成是件能源转型的热情公民。流泵有个那个水泵，那它那个水才不会积在那边嘛，积那边它就会变成卡泵。案场在建制的时候，你有发现厂商装错了问题，对不对？第2天来说，它是要盖这个光电板。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怎么怪怪的，我查一下确定它是把我们弄错了。能源议题呢，只是我们带着民众、学员呢，认识各种社会公共议题的其中一环。我们这些各行各业，他们都不是学电的啊。有些大姐刚来，她连直流电跟交流电都搞不清楚。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不只认识的技术，他们也能操作，甚至他们也在我们社员开会的时候，他能够提出他的意见。喂，晚上好，我来打扫。 59岁蔡国阿姨，平常时是工饼扫的清洁员，5档外前到社内上课，希望精进工作技能。因为既然接触到能源议题了后，唤醒到囡仔时代好奇心，成为伊踏入热能领域的时机。我这个年代的人，家家户都会养鸡、养鸭、养鹅之类的。那个鸡鸭鹅小 baby 呀、
都很怕冷，所以妈妈都会用那个灯泡、水灯泡去让他们取暖。天亮以后就会叫我去把它关掉，一手这样抓，一手这样割，一抓的时候就被电到了。哇，怎么这么神奇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它这样子就会有电啊，又可以让灯泡亮？这刚好这一次来上这个水电班的时候，有跟能源局合作，我就想啊，这是一个机会，一圆儿时之梦。虽然下咧干那各种的保护秘诀，也过伊拍拼研究伫合作社员工是平民的能源专家。安尼伊是43岁，风管大哥，职业是保全公司服务的工程师，到社大学习已经11年。因用行动来证明，只要有心，能源议题甲你我是真亲近的问题。来社大这一开始是学那个生活摄影的课程，接触了以后，先从那个教大家怎么省电，要想办法讲给大家听得懂，然后讲给我爸妈听这样。他们就觉得说，这个儿子平常没有在缴电费的，但是他竟然会跟他们讲怎么省电这样子，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民众一听到能源这2个字，好像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，事实上是跟在我们身边，通过这种没有压力的好玩的学习过程，民众一步一步认识到说，其实是我们应该关切，而且我们有能力关切。落地社大包括三林埔甲泸州地区，社大前主任合作社理事主席李义坤是团队的核心人物。伊带这学员为节电参与式的预算做起，认捌再生能源，6年来为节电行到发电。2019年更加募集资金成立新北市头一间，嘛是全国第2间太阳能公民电厂的合作社。发电后灭火台电，以1个5000块就股东。和民众真简单，就使入门学习，估计10年后回本，目前已经招70个人。这是我们的3号暗场哈，总共是19.8 kW。然后我们希望呢，就是这里可以变成是我们的社区能源教育的用途。目前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些空地，就是我们还会做其他的跟环境相关议题的教学设施，例如说鱼菜共生啊。为半空中来看，力量厝顶伫都市内面有无同款的样貌。合作社成立将近2年，为无够有伫新北市南口、宜兰的总位甲泸州的罗江国小打造3座太阳能发电案场，估计1年发电量会使达到超过5万度。一路行来，为找厝顶走行政流程，由社员亲身执行，嘛拄到真侪困难甲挑战。虽然说三重泸州看蛮多屋顶的，但是都违章的，不能盖这样。现在的法令还没有很松绑。那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成功的找到一个合适的暗场。我们的1号暗场在林口，2号暗场在宜兰，这2个暗场都是由我们的社员提供他们家的透天厝，然后成为我们的暗场的设置。因为大家其实是连怎么开会，然后主席我要举手，就是怎么发言，然后怎么去想合作社的运作，对大家都是新的。这个过程前期虽然有工作人员，但我们其实是希望工作人员可以慢慢走到幕后，可以让民众独立撑起来，让合作社成为一个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一个基地。这人无专业背景，只是平凡的上班族、家庭主妇甲清洁人员，因行出教室，展现平民的力量。合作社更加注重培育，推动巡回讲座，走入街路，深入社区，分享家己去电厂的经验，为社大所在地人口上济都市新北市优先做起。才知道，风力发电跟光电板，它都是做出来的电都是直流电。那直流电，因为大家会没办法像我这么幸运的参加合作社，是因为他没有touch到，一路这样告诉民众。那我相信，凡是跟我一样特质的人都会很有兴趣，我相信啦。像踩脚踏车要产生1度电，就是我们这三重泸州是个3鲁岛嘛，它1圈大概是21公里，半程马拉松的距离，要绕2圈，1小时内骑完，所以是很累的。产生1度电这么困难，他就想说要去节省它这样。
会跟大家分享的。对对对啊，大家会比较有共鸣。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，我们一开始都不是专家，我们也要相信自己跟别人，我们身上带着的智慧，这样子我们是有机会以不是专家的形式，可是我们一起共学是有机会走得很远的。台湾变成平民讲师，希望讲带动更较侪人关心能源议题。未来除了卖电，伊嘛计划要向自发自用来进行。我们依靠台电一家公司，然后全台湾啊、南电、北送啊这种中央的输配电系统的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更越来越强调这种区域的能源自主、自发自用是一个我们觉得值得发展的方向。落地社台平民发展合作社的这份永续理念，为平民出发，为地方定根，毋若做到友善地球、友爱环境，更希望会使唤起在地公民意识。屋顶几乎每个人都有啊，为什么就让它闲置着？我们自己要用的能源就要盖在能使用能源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屋顶嘛。能源像饮食一样，我们吃喝我们都很关注，所以我觉得是应该重新把它变成是一种文化。蛮开心的，因为最大收获对我来讲，应该是说充实我的人生哈还有身边有一群理念相同的伙伴。这是今天的累计，总共有81度。绿电的发展是未来的趋势，一定来自各行各业的平民，依照家己的力量，引起一场能源转型的新革命。要让永续价值袂输政治一般，传到全台湾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角落。